2026年想喺珠海買樓嘅香港、澳門朋友，呢一個小區絕對唔會令你失望。感受下單價1萬蚊出頭，攞低小高層嘅洋房700尺到1200尺，稅率超100%，門口高速18分鐘翻關口。依家買樓新型送埋全屋家私家電，做到真正嘅拎包入住啊！朋友有興趣跟住阿寫鏡頭睇樓。依家新推出嚟嘅產品，佢嘅戶型係絕對唔會令客戶有失望嘅。呢個1000尺單位，大廳成1300尺嘅感覺，你跟住阿寫鏡頭感受下。呢個呢就係珠海湖心路口呢邊最新一代嘅戶型產品，超100%係50%嘅。你哋先感受下呢個小區嘅園林啦，都係佢比較大型嘅一個特色嚟嘅。咁目前呢個單位嘅話呢，1000尺就做到呢種大橫廳個設計，而且依家你見到呢個全部都成屋企全部大文裝修，已經係全部包晒嘅。你包括你見到呢個位置啦，就係呢個玄關呢個位置啦，包括阿水姐坐住呢個位置咧，都係屬於正數嘅部分。成個立嘅鞋櫃咧，全部搞掂晒嘅。嗱，呢度成個餐廳連接埋廚房咧，其實係一體式㗎啦。我嗰個見到呢個就係佢成個目前做飯嘅一個展示位置。好，跟住阿水鏡頭啊！嗱，呢個衛生間咧，阿水都不得要提一下，加大版、加闊版嘅。咁好多香港、澳門呢個朋友咧，有時上嚟話，點解你內地啲廁所做得咁細嘅？咁呢一個咧就夠晒啦，一個、兩個，同時請2個人都冇問題嘅喎。呢個就係衛生間依家加寬咗同埋擴寬咗嘅。呢個係一間細房簡單可以望一望。呢個咧就係1000尺單位，阿水非常之中意嘅主人房嘅位置，大家見到呢度做咗一個梳妝台啦，平時做衣帽間或者梳妝台都冇問題嘅。咁連住埋呢度咧就係一個套間主人房套廁嘅位置嚟嘅。呢個咧就係主人房一個空間啦。不過你見到啲區位全部都送埋嘅，入出面嘅話咧都係無遮擋嘅一個城市夜景啦。咁目前1000尺嘅話咧就做到鬼線型嘅一個3房大橫廳一個設計，全部即睇即所得。